需1000幾蚊就可以玩轉深圳最奢華水療，艾木春天帶你全天候專享豪華體驗，4餐星級自助，任意食，仲有專業中泰按摩，放鬆全身。地黃蟹、小青龍、擔擔肉、鐵板燒、牛羊排、魚翅花膠，通通有。魚子醬現切刺身，香檳紅酒酒水任拎，榴蓮哈根達斯都係無限量供應㗎。各種飲料、進口水果都有滿足，4餐都係唔同嘅食物供應，質素服務環境都係有5星級酒店水平㗎。星空頂按摩大堂超級靚，技師服務態度好，手法專業，養生仲有龍骨大嚿選擇，做完整成個療程舒服晒啦。美容服務都有安排，兒童房俾啲細路玩，鹽豬房排走晒啲濕氣，轟趴房適合一班人聚會，仲有篤波啦、書房啦、K 歌、PS5、電競娛樂放鬆全部齊晒。超大湯泉、大心吹風機、大牌化妝品、冰絲浴衣，細節拉滿啊！想犒勞下自己一次頂級享受，就嚟艾木春天啦，俾你一次食玩休閒全方位滿足。